家人的酿造技术象征客家人的勤俭精神。为了要传承客家古早味，在屏东大埔的婆婆妈妈集合起来，一起制作客家老滋味，像是福菜干、福菜、蜜枣，因为无添加、纯手工，所以大受好评。而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透过镜头，我们要带您一块来品尝客家好滋味。呼朋引伴，客家阿婆要大家一起来晒福菜干。早晨啊，只有晒雙面，也前方晒唔到，所以一邊佢哋嚟晒，邊佢哋晒。屏东高树乡的婆婆妈妈大集合，成立了青春不老队，重建客家老滋味。要晒多久？5天6天都哦哟。这么久？哎呦，可以多久哦？为了保留古早味，大埔社区还设立了酿造工作坊，让阿婆的好手艺也能够变成商品贩售。有桑葚醋啊，还有凤梨醋啊，红龙果醋。他们生产一系列的萝卜干、豆腐乳、水果醋，还成立了自有品牌。那我们是基于他们有这种老手艺，那就是增加他们的收入，让他们也有成就感。这间酿造工坊原本只是铁皮屋，经过改造有了新形象。户外是观光休息区，走进室内，游客还可以参观制成，也能够 DIY 体验腌制的技术。細細ยัง會趕嚟ยัง好食，跟着客家媽媽製造蜜棗乾，才知道傳統手藝有多麼耗功夫。苦咯，太鑊頭，然後總係10點鐘。愛睇了要嚟煮嗰樣肉，從嗰啲銀睇了，嗰樣肉好食。大顆的蜜棗變成了蜜棗乾，而賣相不佳的蜜棗原本只能放在田裡當肥料，但現在可以加工製成蜜棗酒。為了讓民眾可以吃得安心，農民從種植開始嚴格把關。田裡呢，也可以磨蘿蔔嘅東西哦。大埔農民齊心合力，增加了農產品的附加價值，也讓阿婆們的醃製技術可以一直傳承下去。天然佳釀用歲月做基底，年輕的心如蜜棗般甜蜜，反覆翻轉，乘着時間萃取成不老青春的感動時刻。